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咱们聊一个发生在湖南长沙的占车位事件。这个占车位事件也非常有意思，把网上报道的还有那个业主自己说的，我都仔细看了一遍。把这个占车位事件我把梳理了一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本身就非常有意思，小说都不敢这么写，这到底怎么回事？6月30号晚上，长沙德丰小区的业主闵先生他开车回家，发现自己花8万塊錢買的那個車位有產權證，被一輛紅色本田轎車給占了，而且那個車還沒停好，輪子還壓在那個車位白線上面，這就鳩佔鵲巢。闵先生他一看自己車位被人占了，他停不進去，他就要聯繫這個車主。結果一看這車上也沒留電話，一般人家留個挪車電話是吧？我緊急停個車，馬上就下來，這也可以是吧？但是車上沒有挪車電話，闵先生就通過查號台去查這個車牌，查這個車主電話，結果也聯繫不上，留的電話好像是空號是嗎？就這個闵先生沒辦法，他就給物業打電話，然後物業查完之後發現物業登記的信息就全一點。這個車主叫彭女士，她那個在物業登記的手機號和這個她在臨時出入卡上面填的號碼，故意填錯一位。你看這個非常詭，這是故意的，這個絕對不是手錯寫錯。所以說他寫錯一位，那在物業留的電話就是個空號。闵先生在車庫折騰了半小時，就是聯繫不上這個人，沒有辦法，這闵先生肯定也就比較生氣，這個上頭了，他就把自己的車停在這個紅色本田車的前面。那這樣你想走，你得叫我來挪車，否則你走不了。既然我找你，你找不到，那我就讓你來找我，就這意思。你不給我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這是比較樸素的這種。我既然我千方百計的聯繫不上你，那你就來聯繫我，不就這意思嗎？好，第二天闵先生發現那個車他還在那兒，他自己車堵在前面，沒人聯繫他。闵先生他生氣，他就到處打電話查，終於查到了這個車主彭女士的電話，也就通過物業估計翻出他登記的出入卡上面那電話不一樣，把那個電話試一下，打通了。結果這個車主彭女士說自己在外面出差，要3-4天才能回來。這個闵先生聽後，那你說人家出差怎麼辦？沒人挪車是不是？那只能等他3-4天回來之後再說了。結果這戲劇性的就是闵先生當晚是7月1號這天，第二天他下樓的時候，碰巧就看見了有個女士打開這個紅色本田車拿東西，好像是幹這個。後來又發現一個女士，這個就是彭女士，還有另外一個人在那個車周圍轉悠，大概是想把車開走，但是前面闵先生車給他攔住了，他走不了。那個女士和另外一個男的就在那拿圍着車庫，兩個車轉來轉去的，拿手機在那拍照，並且最主要的是紅色本田車燈是亮的，也就是可能裡面發動機已經找這個屬於啟動狀態。這個彭女士手上正拿着車鑰匙，所以你說這個出差的謊言就被當場戳穿。謊言被戳穿之後，這個彭女士惱羞成怒，不僅毫無歉意，反而因為自己的車被闵先生堵住而惱羞成怒。她非但不提挪車，反而拿起手機錄像，2次撥打110報警。這個你看，這個闵先生還沒報警，這個紅色本田車鳩佔鵲巢的車主居然報警了，2次打110，反咬一口，稱闵先生故意尋釁滋事，堵了他的車。等到警方跑來之後，民警和物業都趕到現場，這個彭女士居然躲起來，她不露面了，留另外一個人在這處理，她自己躲起來了。警方2次出警，結論都一樣，彭女士無理私佔車位，理虧，明確要求這個彭女士道歉挪車。但是這個彭女士可不一般了，態度蠻橫，拒絕，根本就不搭理，你能把我怎麼着？當晚的事情就不了了之。這個已經是7月2號了，這事還沒完。7月2號報警結束之後，那警察就是讓彭女士道歉挪車，你不道歉，人家不挪車，不就僵持了嗎？好，結果2號這天報完警之後，一個戴着眼鏡的一個男子，他騎車來到車庫，在物業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這個男子也故意找來另外2輛車，他也找2輛車，把闵先生車一前一後死死的給他夾住，讓你挪也挪不走，然後揚長而出。你看，這就像極了特朗普和毛拉幹的事情。
毛拉你把霍尔木茲海峽給堵了，我特朗普跑來咣當把你毛拉的這個港口給你堵上，一模一樣的，都是跟特朗普學壞的。估計這本田車車主這幫人天天也看這地緣戰略，沒事就看這個波斯局勢，這都是這麼學壞的。你閔先生把我的紅色本田車給堵了，那好，警察來了也說不清，對不對？也處理不了。那好，那我找2個車把你的車也給堵上，看誰厲害。按這個下去，閔先生應該再找2個車，把他那2個車啊一頭一尾給他堵上，讓他不能動，互相堵上，看誰厲害。這是7月2號，那到了7月3号，這已經是第4天了。你說就為這麼個事，整到第4天，閔先生一怒之下，哪兒找2輛車去堵，別那麼費勁了，是不是？閔先生升級了，升級，這就像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一樣，閔先生立馬升級。他怎麼升級？他找了鋼管 U 型管，沿着他車位，他給焊了一圈，把那個紅色本田車就焊死在他的車位上。更有意思的是，他那一側啊。因为他的车位跟別人挨着的，那一側車位沒焊，為什麼沒焊？是因為那邊有個小區有個業主啊，人家停車是故意的，就把那個紅色的車給他別住了，也是相當於別的，故意那個車上面貼了好多聲援閔先生的這個話語，人家都看不慣這種佔人家車位的，人家那邊故意把他別住了，也就是他要從邊上那個車位挪出去，挪不了。好，閔先生就在這紅本田車的這邊，還前面給他焊了很多一圈那個 U 型管，你想挪車沒門，是吧？德豐小區的業主們，這事就鬧大了，業主就知道，因為閔先生他不停的發在社交媒體上發他的遭遇，發視頻，那小區的業主們知道之後，自發聲援閔先生，在紅色本田車上鋼管上貼滿了"車位有主，請勿占用"等字眼條子，旁邊鄰居啊也主動開車封住他的別的路，不然你別想從我這兒過。這你看跟這個，你說這種爭執，小到車位爭執和中東局勢不是一模一樣的嗎？你想打伊朗，你別從我這兒飛。你看大家都會，所以這個事情就在社交媒體上發酵了，這是已經第4天了。好了，第6天就7月5號，也就是這個事情在網上發酵，所以彭女士理虧。你要這個搞下去，肯定是你沒理啊，你鳩佔鵲巢，對不對？喊來自己的父母到現場處理，讓父母來交涉了，你要道歉，我父母給你道歉，你要這個給你賠點錢。但是閔先生人家就認死理了，不好意思，必須由你本人出面當面道歉。但是彭女士人家非常有骨氣有气节，那接就是不道歉，你能怎麼着？所以雙方繼續僵持，這不就跟簽了諒解備忘錄一樣，雙方互相僵持嗎？到現在我說我的。到了7月6號，輿論是大呀，越鬧越大，網上彭女士就托人給閔先生傳話帶話，表示願意微信轉賬500元作為私了補償。但是話裡話外暗示道歉是沒門，我沒有錯，我可以給你點補償，你不就是訛錢嗎？給你點錢，我這個沒有錯。閔先生極度反感這種高傲的態度，當場嚴詞拒絕，我不要錢，只要一句對不起，就是你得認錯，你錯了，你這個行為，你鳩佔鵲巢，你這個亡國散人，你搬運人家視頻，你就是錯誤的。這有個叫亡國散人的專門搬我的視頻，這和這個彭女士有什麼區別？這叫鳩佔鵲巢。搞得看他那個視頻的還以為亡國散人就是我就是亡國散人，真是傻逼他媽給傻逼開門，傻逼到家了。好，收到威脅，這個閔先生跟着媒體報道，我看網上截屏，這個閔先生疑似收到一條帶有威脅性質的匿名信，文中極盡傲慢地宣稱說對方的後台很硬，你想象不到的硬。說你給中間人發個信息，給他道個歉，就讓閔先生讓業主給這個搬運視頻的給這盜版的亡國散人道歉，你說這不就是對吧？這個黑白不分了。還說別讓所有人都難做，熱度過去之後，你的生意不做了嗎？這個閔先生很有可能在當地做點小生意，這是做什麼我沒看。說你即使不為你着想，也為你的家人好好考慮一下吧。你看都威脅他，就你要在當地，你在這兒你不過了嗎？對吧？你是打算搬走是嗎？就這意思啊！這條信息讓圍觀的網友憤怒到了頂點。這是6號，那麼這個事情在網上越鬧越大，官方只好出面了。7月7號到7月8號，這個事情已經發展第8天了，網上群情激憤，官方下場，很多網友就開始扒出這個彭女士身份不一般，就是說她應該是什麼體育局的，當地體育局的一個副處級幹部，所以網上傳的越來越多，那官方只能出來應對。隨着公職人員副處長霸佔車位的身份被網友扒出，輿論海嘯引發了官方高度重視。當晚
社區書記、體育局領導、紀委等多部門連夜介入，聯合調解，最終在多方協調下，焊了8天的 U 型鋼管被拆除，被困8日的紅色本田轎車終於離開車尾。這就好比霍爾木茲海峽裡面上千條遊輪，終於離開霍爾木茲海峽，被困着船員得救了。意思是差不多的。這個形勢，7月8號到7月9號凌晨3點，雙方展開了馬拉松式調解，雙方在社區进行面对面協商，現場可以說是大陣仗。彭女士由一位自稱是其領導的男士陪同，現場有各級相關人員、各部門的10幾個。這個事情搞大了嘛，對吧？都有人人有份，你各個部門都有責任来處理。而这個業主闵先生肯定只有一個人。我看闵先生自己又發了個視頻，他說他把這個調解過程大概說了一下。闵先生訴求彭女士和那個眼鏡男就是找2個車把那個業主的車反堵上的，這個是最惡劣的。這就給亡國散人搬運，不僅搬運，他還要讓你無路可走。他不僅是搬運，他還混淆這種叫形象，讓人以為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有很多人啊，恐怕现在你正在看的就是搬運的。那這個闵先生要求彭女士道歉，還要求那個戴眼鏡的那個男的堵他車的道歉。這個彭女士很有意思，她願意道歉，但是調解書這些東西，道歉的這東西她不給業主，她說你看一眼就完了，我就拿走。為什麼？什麼原因都不知道。反正闵先生說你道歉，你調解書你签完字的你不給我，那叫什麼道歉啊？对不對？彭女士及隨行人員心理防線在體制內壓力下開始妥協，但仍極力想挽回面子和仕途，於是開出苛刻的條件。彭女士可以單方面向闵先生道歉，並給予適當經濟補償。闵先生絕對不能在網絡上公開道歉書，不能帶走簽好字的調解同意書。闵先生不能將彭女士的視頻、照片以任何形式公布網上。甚至一度提出需要闵先生與他相互道歉，就是闵先生，你在這過程中你也有錯，你也來道歉，叫相互道歉。這場調解拉鋸戰，說闵先生說持續了11個小時，臨近簽字時，因對方堅決不讓闵先生帶走調解書，且限制公示，闵先生決定硬剛到底，不接受這種帶有遮掩性質的道歉。最終，由於以上條款未能達成一致，本次面對面調解宣告失敗。7月9號，官方通報，長沙市體育局發布官方通報，承認涉事女子為我局工作人員，並表示已聯合公安、屬地街道開展全方位核查，絕不姑息，依規處理，並向社會公布。媒體隨後證實，該女子為長沙市體育局某處副處長彭某某，副處級幹部。最終和解，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彭女士高傲的特權心理徹底瓦解。最終，在多部門聯合促成下，彭女士向業主闵先生進行了當面鄭重道歉，雙方最終和解。雖然雙方就車位糾紛達成和解，但據這個業主闵先生說，他已經在整理材料，必要時走司法途徑。而長沙市體育局對彭某某8小時以外，就是這個工作時間之外的違背社會公德、損害公職人員形象的行為，啟動了嚴肅的紀律調查程序。這就是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過程。我絮絮叨叨的說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明白？我來談一談這個事情。我想咱們每個開車的人都遇到過這種。我的要求其實挺低的，底線非常低，就是因為現在車多，停車非常麻煩。包括我自己，有的時候停車你也找不到地方停車，那有的时候你擠，你時間短，那你只能随時隨便亂停一下。本着不碍事，因為你馬上就開走，不是在那停着过夜什么，停多长时间，長時間停，有的是停個20分鐘的。一般的在車上會留個電話，這已經給人家帶來麻煩了，對不對？你留個電話，方便人聯繫，免得人家還打電話查。但是有很多人素質非常差，這個很多網上說了，咱們中國人開車猴子把在方向盤上，也沒有什麼規則，也沒有什麼意識，沒有什麼文明可言。我遇到更多的是什麼？確實占車位，他把你車位占着，這就以為是他自己家車位。那遇到這種情況我怎麼辦？我一般的他如果就占一次我就算了，因為有的我也認為他恐怕是吧，
晚上着急啊或者怎麼着的停了，我都算了，懒得，這叫少一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不像闵先生，你搞个天10天的，這10天對我來說這個損失太大，動了真氣是吧？這首先第一個是動了真氣，第二個也消耗，對不對？不是說危險，那都小事。說我覺得不知道，但是如果他第2天還停着，或者是過幾天他又停，那我就覺得我感覺你這是針對我，你針對我那就不好意思，對不對？我就會拿個磚頭放在他擋風玻璃上，這就是警告，無聲的警告。也有那種經常你本來那車就不好停那個地方，好，人家那你的就在裡面扎在一個很小的車位裡面，扎在裡面沒辦法，好，結果有人在你後面把車一停，你就根本走不了了。你早上起來有事着急是吧？有的時候就幹這幹那個，後面有個車把你堵死了，這就是缺心眼的。你停車也得看着是吧？你不管怎麼停，你看看礙不礙事，萬一人家一走，那你車上也不留個電話的，就這種人，這種素質低的，就是猴子那種往過閃上把着方向盤，就這意思。一個猴子把着方向盤，就這種概念，他沒有廉恥之心，搬運直接偷。他不是說我你這說的好，我用你的一個視頻，他是盯着你就專搬你的。好，這種總體上這種占車位的事情肯定是特別多，但是大部分人恐怕也忍一忍就算了，生不起這氣。但是這個闵先生人家可不，對吧？主要是闵先生覺得你態度不好，你挪個車就算了，人家估計也不會說了。結果你還騙自己說自己在出差，我還真幹過這事，我真出差。那個車我不是擋着別人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肯定不是停在自己車位上，是物業讓我挪，他要修那個樹杈，你不挪車，他修不了那樹杈，那萬一樹杈修了，把你車砸壞了是吧？所以他要修，他就讓我挪樹杈車，但是我不在家，我真在出差，我接到電話了，那我怎麼辦？但是我車鑰匙在家，我家裡就父母在家，父母也不會開車，那我只有給物業打電話，我說我鑰匙在我們家什麼地方，你找我爸，讓我爸把鑰匙給你，你把它挪一下，挪到什麼地方去，把鑰匙還回去就完了。物業就去我們家要鑰匙，把那車挪個地方。你願意解決的，你這事情都好解決，打個電話一說的事情。這個彭女士人家官威很大，心想就占你一個車位，你居然對吧還這麼麻煩。現在地下停車位多的是，你隨便找個地方停了不就完了嗎？這事多。這件事我也不多做過多的評價，咱們看這個官媒是怎麼評論的。這個四川法制報他是這麼說的，他給了極為嚴厲的定性。他說這起車位糾紛之所以引發全網關注，核心在於女車主幹部身份與其行為巨大反差，私占他人車位已屬不當，留錯電話，謊稱出差，拒不道歉，反咬報警。他倒打一耙是吧？層層加碼的傲慢，將一樁鄰里小事拖成8日僵局。8小時之外的傲慢，透支的是公職人員的公信力。央視網也下場評價，這個央視評論的就更直接，一針見血。央視怎麼說呢？一個在日常生活中撒謊、耍橫、不把規則當回事的人，會為人民服務嗎？能成為人民公僕嗎？這是央視網的評論，可不是咱在這亂說。如果一個公職人員連車位糾紛這樣的小事都能耍心眼、擺架子，更大範圍的公平公正又如何讓人放心？連不占別人車位這個簡單的道理都不認，老百姓憑什麼相信他能公平辦事，對吧？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難道是白寫的嗎？央視說一個車位的事看似小，造出的問題卻不小。公職人員的身份決定了他們私德從來不是純粹的私事，而是民眾看待政府形象的一扇窗戶。澎湃新聞他評論呢，說領導幹部手握權力，背負特殊職責，社會對其抱有更高的守法守德期待。車位方寸之間同樣是檢驗幹部作風的試金石。從嚴治黨向生活細節延伸，就是要破除8小時外無人管的僥倖心態。也就是說，網國散人要拋除這種僥倖心態，不要以為沒人管，到時候管的時候恐怕那個時候就晚了，哭爺爺叫奶奶也沒用。直擊問責，不分公私場景，作風建設沒有終點和盲區。這是官媒主流媒體人家的評論，咱們也就別亂評論了，我們只談了一下感想。這個3大主流媒體字字珠璣，一針見血的定性，連車位都要占的人，怎麼可能為人民服務呢？對吧？這是央視說的，連車位都要占的人，怎麼能成為人民公僕呢？
天天在搬運別人作品的，你怎麼可能有好的什麼三觀呢、價值觀、人觀呢？我們再回過頭來審視這些鬧劇中最為詭異，也最讓公眾骨鯁在喉的細節，就是那條輿論場中瘋傳的匿名威脅短信，就是朋友你好，對方後台很硬，你想象不到的硬，最終還是要回歸到私下協調。他雖然這個是傳言，說現在這個事情熱度是高，可是熱度過去之後，你小心秋後拉清單，你的生意不做了嗎？你的家人，你也要好好考慮一下。虽然是傳言，但是事後跟着官方承認，這位是體育局的一個副處級幹部。那你要想一想，你在北京、上海副處级恐怕是吧比較多，不稀奇。但是你要在長沙一個副處级的，那絕對对不对？实权人物，那官可不小，在长沙啊跺一跺腳，不敢說长沙城的塌一半，但是抖3抖那是肯定的，那必須要抖，至少5级地震的这種效果，絕對不會亂吹。在長沙副處級有這麼大的能量。網上網友扒出來了這位彭副處長背景，網絡上很快有公開履歷被扒出，該女子是從基層鄉鎮通過遴選進入長沙市體育局的，並且在極短的時間內升為體育產業處的副處長，而且現在還在試用期。按道理試用期的人你得小心謹慎，要公示，是不是啊？結果你看他這麼囂張，說明什麼？說明他這個升遷之路，對吧？不又是一個版本的4+4嗎？如此神速的提拔速度，再結合他在車位糾紛中那種老子就是不道歉，你能奈我何的迷之自信，以及那條想象不到的硬後台的短信，不由得讓人浮想聯翩。所以我又想起了《西遊記》，你看4大名著就是這樣。在吳承恩筆下的神魔世界裡，對吧？亡國散人們也這些妖魔鬼怪在人間的囂張程度，從來不取決於他們自身法力有多高，而是取決於他們背後的編制和後台有多硬。像白骨精，对吧？亡國散人這種沒有天界編制、沒有後台的野怪、原生妖怪、民間妖怪，在人間謹小慎微，一旦遇到孫悟空，得一棒子就了結，對吧？最後變成一堆白骨，連個收屍的都沒有。但是真正的大妖怪是不是啊？幹壞事的，你說白骨精幹了什麼壞事呢？这都不知道。白骨精幹了什麼壞事咱也不知道。小妖就是搬運視頻唄。但是你說那個動輒要屠城，要吃盡一國百姓的大妖怪，對吧？哪一個不是橫着走？大鵬金翅是吧？那個誰的舅舅，如來的舅舅是不是在獅驼嶺占山為王，把好端端一個凡人國度變成了白骨如山的修羅場？面對孫悟空的棒子，人家不僅不怕，直接叫板。為什麼？因為他後台硬啊，他是佛祖的舅舅，你敢動他嗎？最後鬧出滔天大禍，如來親率諸天神佛啊來收，收什麼？把他帶回去，對不對？帶回去幹啥？如來把他帶回西天，還不是繼續享受香火，毫髮無損。所以說，獅驼嶺、屍山血海，還有那個是吧？太乙天尊的坐騎九靈元聖，那更是厲害啊！彌勒佛座下的黃眉大怪，他們在人間作威作福，甚至把神仙都抓起來吊打。面对緊箍咒和金箍棒毫無懼色，對吧？你這什麼玩意兒？他們囂張的底氣，就是心裡清清楚楚的知道，哪怕把天砸個窟窿，最後也無非是自家主子一句孽畜，也就是亡國散人，你這個孽畜，還不隨我現原形，就能輕描淡寫的帶回去，根本就沒有什麼懲罰。你不能怪這個彭處長，這彭處長也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刁民。他遇到的地方都是笑臉相迎，都是巴結阿諛奉承，結果居然遇到這麼個刁民，我停個車他居然事這麼多，他敢給我打電話，你說我官老爺電話能隨便公布嗎？是不是這個邏輯啊？完了他還居然找到我電話給我打，那更是罪加一等。也就是說一個普通小區的老百姓，你雖然花了8萬買了這個車位，但這車位你只買了使用權，你別搞錯了，那個車位只有使用權，那車位不是你的，那地兒是國家的，國家是誰的？是誰的不重要，反正是歸我管。大家有沒有把法律關係捋順？这個刁民居然還要去法院打官司，那你說是吧？你打什麼官司啊？那一塊你買的8萬塊買的是使用權，暫時給你用一下，你還蹬鼻子上臉，那地都不是你的，對不對？你買房子有土地證嗎？
你買的是土地的使用权，那个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是谁的不重要，反正家头老师愿意管。像王国散人这种人，就做夢都想去管这種小家头。那个彭处长只不过是众多管理这种国有資產的代表之一，人家管着人家就認為他是主人。結果你說反過來倒反天罡，就是你拿8萬塊錢買這個使用權，結果你還跟我讓我挪車，你說這個真的是沒法教育，刁民嘛，說不清楚。窮山惡水出刁民，你說今後讓當官的還怎麼當？更可恨的是，他還居然在上面焊了鋼管，把車給焊在裡面，這叫成何體統？還有沒有上下尊卑？還有沒有王法？還有沒有規矩？那這個彭女士她就覺得是這樣的。你都是副處級，我到哪兒的人家都是領導好，跟着後面點頭哈腰的。你這一個停在你車位上是你們家祖宗8代冒青煙，祖上修來的，別人請我去停，我還不去，是不是這個邏輯啊？我把車停在你這兒，如果你有什麼冤屈，你明天早上在我這車前面跪着，說不定，或者你有什麼項目，你有什麼事，你在我車前面跪着。到時候我一來，你一開門，你把你的信遞給我，你把你的這個什麼訴苦的，遞給我，說不定我還能看一眼，幫你找個地方遞一下。這叫不識好歹，有眼不識泰山，狗眼無珠。人家巴結還巴結不來，你說這個業主閔先生就不知道是幹啥的，可能賺了2個錢就自以為是了，居然跟當官的較勁。老子在城裡下館子都不花錢，吃那個爛西瓜居然還要錢。我說這是車位就是車位。我說這不是車位就不是車，我哪天給他把這個地方給他收回來，讓你停不了車。規矩畫的那個條條框框是給你這些刁民的，給你這些業主，你這些韭菜的。他怎麼這玩意兒怎麼能限制官老爺呢？做人得講大局觀。你這個閔先生，你現在是你得感謝吧，感恩你活在現在這個時代。你要往前推1800年前，東漢末年。就你這種刁民是吧？你要見到這個副處級幹部，那時候皇叔劉備就是副處級。那副處級他逃難的時候，那是獵戶劉秀是吧？為了招待劉皇叔這個副處級，把老婆給殺了，是不是啊？殺妻給劉備吃。彭處長把車停在你車位上，都沒有說讓你把他車洗一洗，就維修一下保養一下都沒有，停一下，你看事兒那麼多。所以說現在人心散了，不好管了，人心不古，用你幾天車位，居然小雞肚腸的，又是焊鋼管，又是發短視頻，還以為能怎麼着？一群刁民跟着後面起哄。所以彭處長以退為進，這叫戰術性的往後退一步，這叫戰術後退，這絕不是什麼失敗，是什麼的。這種官老爺無上特權與傲慢，如果放在遙遠的恆河畔，對吧？在印度那個叫種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啊，印度。那更是順理成章啊，不可動搖的社會公理。在印度，一個高種姓的婆羅門或者是剎帝利，身份是尊貴，流淌在血液裡，更別說佔用一個低種姓這種亡國散人停車位。高種姓的老爺，就算是直接把車停在亡國散人的頭頂上，你這個賤民呢，低種姓的人也只能雙手合十，跪在泥地裡高呼神蹟，感謝神恩。感恩、感謝、感激。如果低種姓的賤民達利特敢像閔先生這樣糾集一幫鄰居去圍堵高種姓老爺的座駕，等待他的可不是什麼11個小時的馬拉松式社區調解，而是當地高種姓家族直接動用私刑，甚至是一場滅頂之災。所以說皮褲套棉褲必有緣故。這個彭處長，這個亡國散人這麼猖狂猖獗，那背後肯定是有人。所以說官媒與其義正言辭的批評這個彭處長，不如把他背後的後台給看一看，炮火延伸一下。沒有強大的背景，彭處長怎麼可能這麼猖狂呢？怎麼可能這麼目中無人吧？怎麼可能搬運搬得這麼絲滑？在某些短視頻平台，我本人的節目原創節目發不出去，人家搬運可以，這不就是平台的縱容嗎？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